翻嚟新聞時間，美國嘅消費者信心大幅好過預期，9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升至70.3，高過預期嘅63，係超過半年嚟最高。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話，買債計劃改善市場信心，見到中長期資金重回歐元區，但措施只屬過渡性，唔能夠解決歐債問題。各歐元區成員國嘅政府都需要作出配合。德拉吉又為買債計劃辯護，話歐元區面對最大嘅風險係唔採取行動，強調會繼續維持物價穩定。又話尊重德國央行反對計劃嘅睇法，而且好多委員都認同德央行嘅憂慮。德拉吉又話，歐洲銀行業統一監管會令歐元區更加穩定。睇最新嘅金融行情，睇美股嘅最新表現。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15點，報13,5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升1點，報1458點。歐洲股市方面，倫敦富時100指數升20點，巴黎 CAC 指數升16點，德國 DAX 指數升11點。消息話，華晨中國計劃分拆零部件業務。外電引述華晨母公司嘅消息話，華晨中國正籌備分拆汽車零部件業務喺本港上市。華晨中國禮拜二股價逆市升超過半成。中信泰富發債集資規模可能提高超過1倍。中信泰富發行中期票據計劃，集資上限由3月公佈嘅20億美元調高至到45億美元，折合大約350億港元。轉睇其他消息，警方落案控告一個攝影記者，話佢今年1月喺政府總部採訪嘅時候襲擊一個保安員。記協話係採訪安排唔合理，先至導致衝突，對有記者因為工作而被起訴感到遺憾。事發當日，時任教育局局長嘅孫明揚病愈後首日上班，有記者喺政府總部採訪，圍住孫明揚嘅座駕影相，保安上前阻止。一名62歲嘅保安事後報警，話俾人推倒受傷。事隔大半年，警方落案控告41歲當時任職《蘋果日報》嘅攝影記者普通襲擊罪。被起訴嘅攝影記者話，當日警方曾經向報館查證佢嘅記者身份，3個幾月之後先至有警員就案件接觸公司。咁啊一路拖嘅又冇點樣，咁一路到我諗我唔係好記得，可能4、5月度啦，有一個警員打電話俾老總咁，我哋公司就揾咗我哋嘅公司律師咁樣，就同佢正式接觸咁樣，咁到上個禮拜5就話邀請我翻去協助調查咁樣咯，咁啊今日翻去就話正式落起過。程啟宗今年4月以私人理由辭職，蘋果日報話會繼續為佢提供律師服務等，又話唔希望再見到同類事件發生，認為政府應該改善採訪安排。記協對有記者因為工作被起訴感到遺憾，又批評政府總部為記者採訪設下重重關卡，例如只能夠喺劃定嘅區域採訪，呢啲先係衝突嘅根源。最令人氣憤嘅就係呢啲不合理嘅採訪安排呢，而最終受到打壓又好，受到呢個法律可能要面對一啲法律嘅制裁呢，就係喺前線嘅新聞工作者咯。即係我哋如果任由政府佢施加一啲不合理嘅限制嚟到限我哋新聞記者嘅工作，然後就話我哋踩地雷，話我哋犯法而告我哋，咁點做呢？咁講咩新聞自由呢？佢又話行政處事後更改俾保安員嘅指引，亦都反映原先嘅安排有問題。無線電視記者郭麗婷報道。教育局嘅電子教科書開拓計劃收到86份嘅申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反應較預期好，審批結果預計喺今年第4季公佈。傳統教科書經常被批評書價太貴，上屆政府提出撥款5000萬，資助非牟利組織開發電子教科書，3個月嘅申請期星期一完咗。教育局收到86份標書，涉及嘅機構有31間，包括13間非牟利機構同埋18間其他機構，當中最少5間機構係現有課本出版嘅相關機構，另外3間就係學校同埋大專院校。而申請嘅科目29份係數學科，英國語文科有22份，中國語文科就有9份，另外26份就涵蓋多個科目。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話：最初預計申請有大約50份，認為反應良好，感到鼓舞。對於外界質疑未必每個學生都有能力買電腦，硬件係咪能夠配合電子書嘅發展？吳克儉強調，現階段唔會強制所有學校推行電子教科書。其實硬件都分好多類㗎啦，而家譬如有啲嘅話咧，你一啲嘅個別嘅電子嘅呢個電腦產品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呢一個平板啊、其他等等嗰方面咧，都有比較新嘅一啲嘅模式出現，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咧定落嚟嘅一個，呢個係一個咧一路發展緊嘅一個過程。專責小組將會審核教材質素同埋定價，申請結果預計今年第4季公佈。無線電視記者李君雅報道。康文署署長馮程淑儀表示，針對康樂設施炒場問題，正諮詢法律意見，加強檢控。場地唔多，一班人想踢波，唔少人都遇過訂場難。基本上係有啲場係冇可能 book 到嘅，譬如足球場啦。如果羽毛球場咧，淨係可以 book 朝早7點至8點，或者夜晚10點至12點，其他時段係冇可能 book 到。即係呢啲其實係社會福利一種，其實我諗即係炒場有人喺中間賺取一個差價係即係唔合理咯，同埋貴成倍，都真係幾誇張。因應申訴專員揭發訂場制度有漏洞，康文署計劃縮短預訂場地嘅時間，由原來嘅30日縮短到10日，但有市民唔贊成。因為有啲人可能會1個月安排1次嘅球賽，咁如果佢要10日之前去做呢樣嘢咧，可能佢做唔切，佢又可能通知唔切，咁呢方面咧可以有商榷㗎。康文署就喺球場外面貼出告示，要求嚟攞場嘅人，除咗出示場紙之外，仲要核對埋身份證明文件。針對炒場過往成功檢控嘅數字唔高，康文署署長馮程淑儀話，正諮詢法律意見，研究改善舉證工作。網上嗰個嘅轉售嗰個場紙，然後唔出現，然後又等執雞咧，呢個係比較難去檢控嘅。咁但係我哋都攞到啲嘅意見咧，法律意見咧，可能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可以咧喺一個嘅特定嘅個案裏邊咧，未必唔能夠檢控，所以呢度我哋仲同緊律政司嗰邊去研究嘅。馮程淑儀話，正諮詢區議會意見，可能喺1年內取消執雞制度。無線電視記者郭麗婷報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中東發現嘅新型冠狀病毒初步知道並唔係沙士，但而家掌握嘅資料唔多，衛生署會加強喺口岸監察，暫時無需提高本港傳染病嘅戒備級別。03年沙士喺全球造成800幾人死亡，今次中東發現嘅新型冠狀病毒同沙士屬於同一族群。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喺越南出席世衛年會之後返香港，佢話依家好多資料都唔清晰，包括病毒嘅潛伏期同臨床病徵。暫時都係知道一部分，譬如有發燒啊，有個肺炎啊，即係個肺嗰度咧佢有一個變化。咁其他嘅病徵咧，嗰個成個病徵嘅譜咧，都未好清楚，因為咧其實臨床專家都好需要呢啲資料咧，係去即係幫助我哋前線嘅同事去分辨呢啲病人。佢話依家難以估計新病毒傳入本港嘅風險有幾高，衛生署會喺各口岸加強探測旅客嘅體溫，及早識別疑似個案。有微生物專家話，證據顯示病毒嘅基因同蝙蝠嘅冠狀病毒相似，相信係變種由動物傳人。如果佢係好容易人傳人呢，咁就有機會好似03年嘅時候沙士冠狀病毒一樣咁樣咧，造成大爆發啦。咁如果佢唔係咁容易人傳人，咁只係涉及偶然嘅情況下邊咧，由動物傳人，咁進一步去到調查揾翻嗰個動物嘅源頭咧，採取一啲針對性嘅措施咧，就可以終止嗰個傳播鏈啦。佢認為市民依家唔需要過分擔心。無線電視記者吳偉偉報導。世界電單車耐力賽喺德國舉行，賽事屬對制形式，吸引咗多個國家，一共有480個車手參加，包括08至到10年3屆冠軍法國以及衛冕嘅芬蘭。佢哋會喺未來6日橫越超過1400公里，包括9個特殊地段。經過首日賽事之後，法國暫時領先，澳洲落後超過4分鐘排第2。
睇埋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6至31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風勢逐漸緩和。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同乾燥，跟住睇下世界主要城市嘅天氣概況。